啊，所以在岁月中来了脱这一切的挂碍，风铃真正超脱咱状态啊，安尼真顽固的心得，当然一时无法度人亲像古典性的迄一款，咱恁大家拢较烦有心，在较爱修啊，家庭感觉一个无言的一个气落的哦，语拢较出来。哦，所以咱无法度人像过去的性格伊一款啦啊。但是过去的性格伊是无所住，性伊个拢无所住着，性啊，人世界无所住，拢无去心，拢无去住伊心所在。但是以前三性的以心以心，处处渊源。生出迄个真邪美的心出来啊！那么咱无法度人干咱无嘛，叫咱学会了在心依心无所住。老师教讲，咱袂当像性格安尼，无咱嘛来学讲，生虽然有生这个心出来啦，但是莫去甲注意啊，莫去甲执着啊，莫去甲执着。倒过来，伊讲道场未来是智慧的考验呢，真是不敢料想，为师也无法替代多年安慰咱的身心。唯希望你们能体会天心、佛心、事心，安老实实，固守原则，就像叮当师兄所讲的，乐堂师兄所讲的。天下心意不可移啊，该知该知。所以才会甲你讲的哦，讲咱这个道场吼，未来是智慧的考验，所以咱修道爱智慧啊。咱修道忙的时阵呢，无三千智慧哦，甲恁讲到这是智慧的考验哦。所以老师讲，伊真正当疗想啊，当疗想。讲为师也无法替代多年爱对治，所以老师虽然知影可怜，但是伊嘛袂甲你想到可怜的吼。真正下海老师要甲你考，伊知影，咱嘛袂使讲的是咧想到可怜互咱的吼，伊嘛是爱甲你考，无经过这个考拢袂用着吼。讲只有希望咱会当体会上天的心，诸佛菩萨的心。加上师的心，咱来去体会啊。上天的心，加诸佛菩萨的心，啊，佛的心，拢是爱的心，拢是爱的好，拢是爱咱会当啊，安尼无恙无代志，会当倒来见老母安尼吼。但是叫咱讲，咱爱老实来修。固守原则，家己老实是困难，好老实实来是困难。做一个老实的修道师啦，安尼上好啦。啊，修道若无老实落来啊，哦，我太要无老实啊，袂使无老实，老实修道啊，固守咱的原则啊。伊来讲，就亲像乐堂师兄伊所讲的，天下心意不可违啊。该心智，啊，乐堂师兄啦，哈，乐堂师兄，啊像，啊，这个啊，叫公主，啊，一个摩羯落来哈，啊，伊所讲的讲天下心意哦，袂使不可违，就是讲，其他袂使讲咱修道爱来用种种的心意怪念。啊，有啥物无下即个咱道中应该做的工课的款啊？讲的是来真济法术的，真济啥物话，即拢袂使坚持的，所以才讲家己心智啊。所以咧修佛道，就袂使单单是讲要来学人遐啥物做一间庙，讲拢安怎都安怎啊，安怎演法不能嘛，迄种无下。哦啊，
倒过来，讲如果别念道场的每一位道理，都会当为众生祈福，都会当为化业息苦受，善良的言辞一定会当将人间的业这个业苦消到最低。这天上也仍然为你们延长万道的岁月。照安尼讲起来吼，这万道之间原来一个时间量，一个时间量啊。是安尼讲，咱每一个别名道场的这个地主，逐个人拢会当为众生祈福，都会当化这个业。化业息苦受，所以咱上古早的念样，意思就是讲，叫咱原来爱真正用咱的真诚实意，苦心上天，这结束，这苦，安尼真诚来祈祷，也甲来是怎样，来。因为若大家人拢善良的言辞，一定会当将人间的业苦消到最低啊。但是咱即阵虽然不能作证，迄款都讲起来不能作证，但是真正去拜的人可能有害，所以咱若下通，咱既然到千口以上，应该就袂使离开这个课程，这个礼法。像讲咱曾经有大爱，咱应该讲早晚拢爱课守。相信大家人拢会当安尼即苦的善意，安尼来是来求上天慈悲，化这个劫苦啊！安尼上天原来会感应的，因为善良的言辞一定会将咱人间的业苦消到最低点。这是老师的经验你若讲真正安尼足济人，这个祈祷时常这个心就是安尼伫咧祈祷，咧靠助呢，可能就会当安尼安尼上天也一定会互咱延长这个万道岁月，会看延长去。若有可能时间若到，就请来，你要帮助所以咱要把这个方面来把握。好过，当修道人以末法的时期。爱发大愿心，用家己的心提升甲以十方诸佛菩萨的心一动，或者既罗出生出世之了传，何以骗之发大？安尼讲咱修的人在这个末法的时，拢爱发大愿心，发大。咱拢新春愿拢有发愿忏悔愿、大忏悔嘛了发愿千口嘛了发愿但是可能大愿发不出来所以叫来讲，咱爱一定爱发这个大愿心，用咱家己的心，会当提升到耶稣菩萨的心修行。你看，观世菩萨伊发愿讲，要度尽艰苦的众生。7条讲众生若度无尽，伊证明对无？地藏菩萨讲我若无度尽地下的鬼魂，我嘛有千分，这就是菩萨心。所以诸佛菩萨的大愿心，叫咱来效法爱真像十方诸佛菩萨的心相像。若无呢，敢若智度出生诸
处世之了法，啊那安尼才有法度来体真理的法界。所以咧，袂使干啊，人讲愿打愿，这个愿，就是咧咱的力量，所以咱叫做愿力。真像观世菩萨伊发愿，你要度尽当土的众生，请当度尽，度不尽的。那观世菩萨度尽，咱就免哪咧，就免咱今仔日。就是爱大家努力的但是伊都度不尽，伊安怎会成功？伊就就是先过啦，人要过啦，伊度不尽。但是人伊已经尽心啦，嘛已经真正尽力啦。安尼呢，咱若把那个发大愿，也真正尽心尽力，安尼去做，上天把那个就得来。老母娘我咱大咱的时阵夫妇在讲讨爱，难得，我咱未讲不讲的，安尼搁过来，讲办道的中间果然是大人啦，虽然开发适当，但也袂记对社会苦难。俗世济民的实际关怀行动，诸如民贫疏老、借古环保、维护及育儿协助的工作，及支持甲推广，甚至放生、保护放生保护动物、保护的事，多应两面。这都是以十方众生广结善缘弥免不了不是，因为这是和平的事。若不弥补，讲若不弥补后天，如何能圆满善天？这是老师给的交代讲咱虽然伫犯罪中间虽然是拢个人。大人要去随缘开放适当这是咱大家人拢尽心咧做的但是甲你讲，咱也袂使袂记即对社会苦难俗世济民的实际关怀运动对社会上有人伫遐咧困难伫遐咧爱需要人帮助。